先动，当初恁兄妹伫迄个棋盘山，我嘛有情经命人，按月半发流向。好歹我嘛有人情伫你的身上，你应该都爱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，这才是对啊！快点！嘿，哎呦！ 外面有军兵，拢是咱的伫咧家包围，你免对去嘛。白嘞，我要亲手抓着沙宝洞，同我入大公路，你啥？金莲，金莲啊！沙宝洞，快点！到底是走去倒位咧？真汉大好。恁敢有各处去走找吗？有哦，这个无诶，对城内找到城外，城外搁找到所有的村庄，都是敢若无看到金莲的人影。吼，我话要急死！阿哥，迄金莲唔知会去互苏宝洞掠去袂？哎呀，恁若咧破叫我别讲，无可能。苏宝洞手去受伤的时阵，伊的手下是一个兵卒着无？照理来讲，苏宝洞应该是爱互金莲掠着才对啊。奇怪，这都奇怪。金莲啊，你到底是走去倒位？母亲。 宝宝，我对出去说府的时阵，也无看到苏宝洞，也嘛无看到金莲。我自昨等到早起，才发现讲有一个秘密道，因一定是对密道逃走。这拢是怪师傅唔好，我实在是太大意。是咪哪会用的怪？
金莲这个查某囡仔也太任性。金莲，啊，我想到咯，对啦，金莲吼，定定都伫咧埋怨讲，伊拢无机会通我入宫，抑搁听讲皇上来伫咧锁阳城，苏宝堂又搁掠无着，伊索性无爱倒转来。安尼一定是赶对锁阳城去保驾，也无得确。无啦，听伯讲啊，这款的代志吼，根本都金山啊，你认为是安怎呢？若是要换做别人，是无可能。若要金莲嘞，这就无一定哦。伊时常也无要奉军令，私自行动，所以今年确实若真是去锁阳城，这我是会放心的。啊，万一伊若无去锁阳城咧，敢会？父亲，你放心，海里日刻派人算是保护皇上，同时打听就位伊金莲是毋是真是到锁阳城去。那咧真好，真好。听爸讲啊，白虎关已经破了，青龙关现在是无主将，尤其阁无刘草伫咧供应，一定会献官投降。本帅打算明仔载带3000名的大军来去招降青龙关啊！东姐，咱敢真是要转去函江关哈？是啊，要无咱留等要才通上。甲403成婚呐？娶某是403的代志，人一句话都无讲啊，你伫咧弄啥物？我想哦，伊一定会来讲的。保定着伊即马拍算要伫咧好啊好啊，莫搁再加讲话啊！当初听老千岁甲仙童姐姐伊要来请我的时阵，人伊也无讲安怎，嘛是讲要救人。如今人已经平安倒转来，白虎关嘛是公破，阮收也报啊，我哪有啥物理由搁留踮咧遮呢？也毋过哦，好啊，紧去甲我陪嘛，我大先来去前厅拜师老夫人以及听老千岁，好。万岁驾到！安怎？人伊即马要来提亲啊吼？元帅，家仔吼，你早来一骹步，你若搁较慢一点哦，那阮东姐伊就要转去函江关咯。哦。坏啊！听旧官伫讲，敢真是咧？是啊，代志我拢已经完成啊，我留踮咧遮要创啥？哎呀，丽花，你将中家独有欢呐，一记公婆来白虎关，该求中山君那义大，我可为何要离开呀？阮意毋免记心胸。
话，过去的代志，今后绝对袂搁再发生啊！希望莲花，你搁再相信我一摆嘛。乖，好，搁一摆就好啊。好啦，你当花的花的，我搁再相信你一次啊！后摆你就知死。哎呀，多谢我这个好夫人啊！哈哈哈，对，丽花，听爸讲，拄则伊伫咧讲，伊是要树伫母亲的心安，故意讲今年伊去锁阳城。我认为这件代志是无可能的，所以我希望讲这段日子我无伫咧东营，丽花，你也爱继续派人去打听今年的下落啊！胡总兵，多谢你抓着四金莲，解救本帅性命。我已经命令伊马上冒充行将，混入锁阳城，行刺东王。假使这个代志若会当成功，这是一件天大的功劳，就算是你的。为做我来谢伊。心上感情啊！道长，你也来这个凤凰山刀口乌里学习？安怎？回来是吧？唔是啦，你放我出去好？放你出去？乱讲你！道长，我会用来做迄对铁板害你哦。唉，自从阮大哥送我对铁板，我家己功力也无够，当留迄对铁板嘛无路用着。我是想讲，你若放我出去，你会当瞒骗过迄个苏宝洞，你嘛袂得失伊，佫会当收回迄对铁板，安尼敢毋是真好对？这个条件佫敢若会用的哦。我甲你讲，我铁板道人啊，有法度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下放你走。但是即马铁板无早伫你的身躯咧，你是要什么时阵还我？我要安怎会当信任讲你要还我？我会晓对天手抓嘛？手抓会用的，我这个道人上信抓，但是你爱手迄落有影的抓，互我信任哦。好，你听好清楚。你手抓啊！今年只有纸，哪袂信？上苍款我伊着假人，又肥又歹，搁像阿某，像阿某，戆戆呆呆啊伊着像笨鹅，戆戆呆呆啊伊着像笨鹅。我听伊讲，你四金莲一向上骄傲、上爱水、上介高笑人。你今仔日甲手一款蛇吼，可见我会用来信任你，你唔敢背信。是啊，我唔敢背信呢。好，
我放你走。好，来，唔好讲。凤香，看到这项节目，唔知应该爱欢喜，或者是悲伤。皇上，平息大军，领取白虎关，那是一件可喜之事。是平辽王一命归天，唉，此乃是天数难得。皇上，切勿过于悲伤，自保良体为啊。长辈，下午早，你也应该回房去休困。定明日下子，前往白虎关调查平辽王。老臣遵旨。忽然所有城已经接出工啊，可无机会通下手。明仔动武就要去白虎关，照这情况看起来，今夜非下手不可。你什么人？所报道的清白，马上。这个。谢金莲叩见皇上。谢金莲叩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启王伯，这位就是昨来救驾四小姐，也就是你的元帅小妹。老臣曾经甲四小姐有一面之缘，想袂到如今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女英雄啊！四小姐，平西大军已经破了白虎关了，你为什么乃突然来到锁阳城救驾呢？皇上。小姐。
李小姐听风，皇上，တင်封你为镇西侯，保驾前往白虎关。谢皇上。哼，以后看阮大哥甲汉丽花，抑搁看我无起也毋敢。